东番记》是一本记载17世纪初台湾地理甲台湾原住民族的人事杂记，为明朝入省丹地伫西元1603年所写，是现存较早期汉人对台湾地形、港口、贸易和风俗记录的文献。咱即马就来听董教授讲《东番记》。东番记12之2。孤常禁，不喜苏波禄。当陆军出，即欲逼10人，即之强队既急，合为通知，表发命中，协助求灵，下无不包禄者。初期有辱，例如食之、落雪、落鞭、落羊也、落筋、亦食、落皮、甲危疾冲动。东番记12之2，台文翻译：拍蜡做肉干。为着要互鹿仔继续长炭，所以平常时东番人无引准部落的族人私底下家己去偷掠鹿仔。寒天若到，鹿仔群走出来找食，才组织几百人做伙追下鹿仔群。入钓的时，同心协力，把鹿仔群团团包围咧，才发表下落。掠到的鹿仔只，坐甲即甲拿山咧，所以每一个村社部落鹿仔肉，拢会当食甲饱饱。食剩的鹿仔肉，才切落来晒干，做成肉干、落籽、落鞭、落筋，嘛做成肉干。鹿仔角、鹿仔皮，时常藏甲规厝间，全世界拢是。以上内容是由董丰正教授主讲，多谢收听。